最近《一公升的眼淚》推出電影版，錦戶亮飾演嘅麻生遙斗成為咗醫生，一見到佢即刻勾起我對佢嘅 PTSD， 呢一種感覺係來自於《Last Friends》劇中佢飾演嘅角色及川中佑，震懾咗當年只有10零歲嘅我，令到我唔敢再睇佢做嘅戲。《Last Friends》喺2008年已經探討情緒勒索、性別認同、創傷連結，18年後先至發現原來呢一套戲係行得超前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懶喺梳化。今次我要介紹嘅係《Last Friends》。故事從大緊肚嘅藍田美知留寫信俾好朋友劉可開始。佢自細俾爸爸拋棄，媽媽酗酒，仲會帶男人返屋企，啞忍叔叔嘅性騷擾。22歲嘅佢仲要喺美容院面對職場欺凌，唯一嘅救贖係男朋友及川中佑，一位兒童福利所嘅公務員，溫柔體貼，希望同居照顧佢。美知留以為自己終於可以得到溫暖啦，但搬咗入去之後，中佑開始 check 佢電話，限制佢識朋友，甚至打佢。第一次被打，中佑跪住道歉；第二次被打，中佑喺公園度淋咗成晚雨，喊住咁樣求佢原諒。喺第三次，美知留終於走咗出嚟，但中間都離離合合。美知留第一次 DV 之後就打俾劉可，劉可就帶佢返 share house， 嗰度除咗有越野摩托車手劉可，仲有空姐繪莉、造型師兼 bartender 嘅小武，仲有人夫小倉。5個人睇落平凡開心，但各自承受內心嘅受傷秘密。劉可嘅秘密就係佢患有性別認同障礙，而且喺高中嘅時候已經中意美知留。佢追求男女平等，唔希望俾性別定型。感情細膩嘅暖男小武係大家嘅照顧者，但其實佢對性愛有恐懼症。因為細個嘅時候俾家姐性侵過，繪莉睇落開朗活潑，但其實喺愛情入面卑微到失去自我、失去原則。期間中佑唔肯放手，苦苦哀求美知留原諒佢，甚至跟蹤威脅攻擊劉可、小武，令到美知留翻返去佢身邊。結局我就唔喺度講啦。總之美知留有咗中佑嘅 BB， 同劉可、小武、繪莉一齊生活，用一種超越任何定義嘅關係繼續生活落去。好多觀眾都唔明美知留點解唔走，雖然我都睇到，但都要諗下，佢成長於一個從來都未俾過佢穩定同安全感嘅家庭，缺乏父愛，媽媽又唔理佢，又貪錢，又無視叔叔對佢嘅性騷擾。喺呢一個極端缺乏愛嘅環境長大嘅人，只要有個人話愛佢，而且成長背景相似，佢就會不顧一切咁樣愛，哪怕呢一份愛嘅代價係遍體鱗傷。喺心理學上，呢一個叫創傷連結，暴力同溫柔交替出現，咁樣會令到受害者對施暴者上癮。美知留唔係蠢，即使呢一份係 toxic 嘅愛，佢都會理解中佑，唔捨得將佢拋棄。上野樹里飾演嘅劉可俾我嘅印象都好深，同交響情人夢嘅野田妹完全唔同。野田妹嘅傻氣同劉可嘅有型，上野樹里都 carry 得啱啱好，唔會太多。劉可有一個完整幸福家庭，但係自細對於自己嘅性別有違和感。佢中意着褲、玩男仔嘅遊戲，中意越野摩托車。佢嘅靈魂係一個男性，但係就困住喺女性嘅身體入面。屋企人成日同佢講女仔要點，一啲都唔似女仔，而令佢唔開心。對於職場性騷擾更加係零容忍。佢愛美知留，但永遠只能夠用好朋友嘅身份。佢唔係同性戀，佢係跨性別，但係喺嗰個時代冇人教佢講出口，只有中佑睇穿佢。中佑係全劇中最令觀眾情緒複雜嘅角色。錦戶亮飾演嘅 DV 男及川中佑，表面上係一位彬彬有禮嘅兒童福利所公務員，對小朋友就溫柔體貼，對住美知留就實施監控手機、限制社交，甚至肢體暴力等等嘅全面控制。佢嘅暴力行為令人髮指，以致到好多觀眾當時對錦戶亮本人產生強烈嘅反感。咁都證明咗佢嘅演技嘅成功。中佑嘅悲劇在於佢唔係唔愛美知留，而係啱啱相反，佢係愛得太極端、太過扭曲，以致到愛與暴力喺佢內心完全冇辦法分離。暴力成為咗佢唯一識得表達愛嘅方法，亦都係佢唯一可以拎嚟控制恐懼嘅手段。佢嘅行為表現出極端化嘅邊緣型人格障礙同焦慮性依附。
中有嘅所有暴力同之後嘅苦苦哀求，都源自於佢內心深處對被拋棄嘅極端恐懼。因為太過驚失去美之流，所以要透過監控、限制人際關係嚟確保佢係屬於我嘅。中有嘅後悔係真嘅，但係佢求原諒嘅行為帶有情緒勒索嘅特質。佢透過自殘或者展現極度痛苦嘅姿態，等美之流產生一種如果我唔原諒佢，佢就會死，或者佢其實好可憐，得我可以救到佢嘅錯覺。呢一種暴力後嘅溫柔會令到受害者大腦產生類似藥癮嘅化學反應，導致受害者更加難離開。小舞係全劇唯一嘅療癒者角色，佢本身同樣傷痕累累。日頭佢係專業嘅造型師，夜晚就喺酒吧度做 bartender， 性情溫柔，體貼入微，係所有女性嘅理想傾訴對象，甚至無條件為美之流出頭。呢種近乎唔真實嘅溫柔背後藏住一個黑暗嘅秘密。細個嘅時候俾姐姐性侵嘅經歷令到佢對性產生強烈嘅恐懼，但佢唔會將自己嘅創傷轉嫁俾人哋，相反佢係用自己嘅傷痕去理解人哋嘅痛。佢講出嘅唔單止係一種處世哲學，更加係佢用咗童年陰影先至學識嘅生存法則。佢愛劉可，明知對方心入面永遠只係屬於美之流，但仍然都不離不棄咁樣守護喺佢身邊。水川麻美飾演嘅繪莉，佢睇落去係最正常嘅一位性格開朗、平易近人嘅空姐。佢朋友多，但係就愛上一個唔應該愛嘅人。佢嘅孤獨係隱形孤獨，因為佢嘅痛苦冇其他人咁戲劇化、咁沉重，所以好容易被忽略。編劇喺度提醒我哋，孤獨唔係少數人嘅權利，係所有人嘅共業。Last Friends 對人心嘅洞察在於佢徹底拆解咗我哋習以為常嘅美好詞彙。愛劇中嘅5個角色，4個同住者，再加上一個入侵者，各自代表咗愛嘅一種扭曲形態。美之流嘅依存之愛，劉可嘅禁錮之愛，中有嘅佔有之愛，小舞嘅犧牲之愛，同繪莉嘅卑微之愛。佢哋都係唔健康嘅愛，但佢哋係真實存在嘅愛。劇集冇俾一個標準答案我哋，只係俾咗一個暗示。Share House 入面一齊食飯、一齊飲酒、一齊喊嘅日常，或者呢啲先係愛本身嘅樣，唔係佔有或者犧牲，唔應該依存或者禁錮，只係彼此見到對方就足夠啦。劇中講述各自原生家庭嘅問題，5個人嘅問題幾乎可以追溯到童年。美之流嘅冇安全感源自於破碎家庭，中有嘅佔有慾源自於被拋棄嘅童年恐懼，劉可嘅性別認同困擾雖然唔完全係家庭造成，但屋企人對正常嘅期待無疑加重咗佢嘅痛苦。小舞嘅性恐懼直接源自於佢嘅親人，繪莉卑微嘅戀愛模式同樣影射咗佢未被完整愛過嘅成長經歷。呢套劇殘酷咁話俾觀眾聽，有好多人都係用一生治療童年，但佢都俾咗一個溫柔嘅出口，選擇嘅家人。Share House 就係佢哋自己組成嘅家，用嚟對抗原生家庭帶嚟嘅創傷。中有嘅故事傳達咗一個殘酷但至關重要嘅信息：暴力同愛冇辦法共存。中有講我愛你嘅時候，佢係真心嘅，但真心唔夠，暴力一旦出現，愛就已經死咗。呢一套戲冇妖魔化中有，而係試圖理解佢，因為唯有理解先可以預防。佢嘅結局唔係解脫，而係一個警號，暗示咗一個可能：有啲人注定冇辦法學識正確嘅愛。宇多田光為 Last Friends 寫嘅主題曲 Prisoner of Love， 歌詞反覆寫住將5個人嘅困境收藏喺歌詞中，亦都收藏喺片頭。喺片頭，劉可身後有 Liberation， 美之流身後係 Love， 繪莉身後係 Solitude， 小舞身後係 Agony， 中有身後就係 Contradiction。 片中嘅紅線象徵命運牽絆，亦都象徵束縛，所以首歌先會洗腦式咁唱。Last Friends 嘅中文係最後的朋友，直到最後先揭曉。友達、夫婦、戀人、そのどれかであるようで、どれでもない私たちだけど、壊れやすいこの幸せを大事にして、行けるところまで行こうと思ってます。美之流、劉可、小舞、繪莉同小倉最終選擇嘅關係形態，唔係以最後作為終結，而係最後作為退無可退嘅時候，仍然願意捉住你隻手嘅人，先係 Last Friends。You are my last friends。
2026年重睇《Last Friends》，你會發現劇集每一個角色都堅持唔報警之外，討論嘅每一個議題，家暴、性別認同、性創傷、依存症，到今日都唔會過時，反而因為 social media 同埋心理健康意識嘅普及，變到更加切身。18年後嘅今日，我哋仲係討論緊呢啲議題，因為佢講出咗一個真實。同時，劇集俾我哋睇到孤獨點樣將人變為施暴者，亦都俾我哋睇到友誼點樣喺最深嘅黑暗中照亮返我哋。睇過嘅你哋會唔會想睇多次？未睇嘅你哋會唔會想睇下？留言話我聽啊！如果鍾意呢條片，記得 like、share、comment 同 subscribe 啦！